听你给讲哪几个吧啊？到几档没了？没了。讲几楼了？给你都看了嘛？啊？有，那这样弄嘞？毛的那个是看看的，反正没错。反正没错。他竟然能不做了？咦？哪里呀？那边有。哪里？嗯。嗯。我再过他们去。你干嘛不啊？哇！咦？看看这里，一堆、两堆拉鲁。哎呦，够大了！啊，这种拉鲁够大了。哎呦，哇，有几斤？哇，这种拉鲁就几分，一堆一堆。哎呦，太凶了，这拉鲁太凶了。这种拉鲁好像是9块钱一斤。咦，红色的。